文明的心跳，創新如何推動世界？為什麼有些國家能在幾十年間從貧窮走向富強？為什麼有些公司輝煌一時卻轉眼消失？為什麼 AI 的崛起讓那麼多人感到既興奮又害怕？就在剛剛，2025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給了我們一個答案：創新如何驅動增長？三位學者默克爾、Merkel、阿吉翁、Agian 以及豪伊特，他們分別從三個維度拼出了人類文明前進的真相。三個視角，一個真相。第一個視角來自文明。默克爾說，推動文明前進的從來不是機器，而是那些能理解、駕馭並賦予機器意義的人。文明的力量來自人類對意義的創造。第二個視角來自制度。阿吉翁用模型證明社會能否進步，關鍵不在天才，而在於制度能否讓天才的想法被實現。制度若能鼓勵競爭，允許試錯，給創新空間，新的價值才能長出來。第三個視角來自經濟。豪伊特提出創造性毀滅的節奏。他說，經濟增長從來不是平緩的線，而是一次又一次的打破，重組與重生。電力取代蒸汽，互聯網取代報紙，每一次毀滅都是為了下一次重生。三個人，一個看文明的根，一個看制度的環，一個看經濟的形。最後，他們得出同一個結論：新的東西必須摧毀舊的秩序，世界才能繼續向前。AI 這一代人的創造性毀滅，而 AI 就是我們這一代人親身經歷的最大一次創造性毀滅。它不只是技術革命，它正在重塑工作、社會與價值體系。在過去，人類靠體力賺錢，後來靠腦力賺錢，而現在 AI 來了，人類必須靠創造力、想象力、判斷力與共情力賺錢。機器能計算，但它不懂為什麼；能生成圖像，卻無法理解意義。所以未來屬於那些能解釋、能創造、能連接的人，屬於那些懂得與 AI 共創新秩序的人。新秩序的萌芽，理解者、創造、遲鈍者被淘汰。從 AI 生成藝術到智能製造，從醫療診斷到個性化教育，我們都能看到新秩序正在萌芽。但與此同時，舊的系統還在拼命防守。有人害怕被取代，有人拒絕更新，有人守住舊崗位，等待一個不會再回來的時代。然而，經濟學早已告訴我們，拒絕毀滅就意味住拒絕成長。真正的勇氣不是抵抗變化，而是在變化中重塑自己。這個時代的分水嶺不再是知識的多寡，而是你是否知道機器能做什麼，不能做什麼。教育的重生，人類的再選擇。那麼問題來了，在教育這個系統裏，這場重生是否也該開始？ AI 時代最需要什麼樣的人？不是會考高分的人，也不是能死記硬背的人，而是那些能觀察世界、理解人性、創造價值、連結他人的人。AI 可以比我們更快，但它沒有靈魂。它能回答問題，卻不會提問；它能模仿情緒，卻不懂感受。AI 時代真正的競爭力不是知識，而是覺察。未來教育的三個方向：一、從知識轉向能力，讓孩子學會學，學會整合，學會解釋；二、從結果轉向過程，不再只看成績，而看思考路徑；三、從控制轉向引導，老師不再是答案的提供者，而是問題的引路人。人性的回歸，教育的重生，不是科技的升級，而是人性的回歸。AI 讓我們重新定義了學習，不再是輸入答案，
而是打開世界。而教育者的使命，正是在這場創造性毀滅裏，守護人心，點亮靈魂。也許真正的教育革命才剛剛開始。